代表字就是雨。为今仔日开始，锋面通过，加上东北季风推塞，北部、东部拢开落雨。为雷达回波都会当看到全台湾靠落雨的信号包围条围，尤其北部、东部到恒春半岛，拢是黄色、青色落雨的信号，所以出门一定拢要压雨伞，气温嘛较凉凉。北台湾温度冲袂过20度。下午到晚间开始呢，整体的降雨的区域是扩大的，而且在中部地区都是有一些短暂的降雨，像是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的这一带，雨势上面会略微稍微比较大一些哦。从明天开始的气温上面也会略微的下降一些，所以说呢，就是在今天一直到周三这之间呢，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都是有一些降雪的几率。尤其明仔载全台湾拢会落雨。一部水汽，冒3000公尺悬以上的关山有机会落雪，全台湾湿搁凉凉。今仔日和明仔载有锋面通过，加上东北季风影响，北部、东部开落雨，北部卖转凉凉，低温来到15度。拜三和拜四水汽变少，天气会继续凉凉。拜五到礼拜日，华南云雨为东平线水起来，所以北部和东部拢会继续落雨。